Hello， 欢迎收看不会写的闽南语汉字，我是小张。在台湾，徛倒摆跋倒有一个真趣味的讲法，叫做犁田。这个字到底是不是田的本字？这集看完你就知。一开始我们来看台湾教育部怎么记录这个字，可以读作田，也可以读作田，第五条的田。哪会阁写一字体？其实小张跟你讲，这个字就是正字。若是唔相信，咱来看汉典安怎记录。在厦门地区，这个字就会使读作田，第五条的田。看到这里，一定有人要问：第一，第五条安怎读法？第二，为何声母有变化？第三，为何这个烟变作安？来，请听小张慢慢说来。一开始，咱来看这个第五条，就是高的声调。过来，咱来看这个动韵安怎记录：大、连、切，这个音就会使读作田，这是标准音。为何这个田会使读作田？咱即马就来做解说。一开始，我们来看这张声母互换的表，的甲词都写伫同一排，会使互相替换。讲完声母互换，咱来讲第二点，也就是加减介音。这个烟，若是甲这个伊提掉，就会使读作安。这个伊当然就是介音。这个介音来无应气无中的代志，小张已经讲差不多800摆啊。伫闽南语内底，加减介音是真正常的代志。有这两个条件了后，这个字就会使读作田。这个字安怎用法？丹田有力，中气十足。这个所在的田就是标准音。田无高，水无流。这个所在的田就是方言的音。有人讲是白话音啦。也有另外一句俗语，真拗讲：一粒田地，煮干碗公汤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小张来解说给你听。在西汉有一本册叫做《方言》，当中有669条。在咱台湾有一位天才博士。伊拢总破解差不多5条，伊就讲全书伊拢破解啊，全世界敢若伊看有这个行为，就是叫做一粒田地煮干碗公汤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若是感觉小张讲了袂歹，麻烦来甲小张倒收听一下，订阅、按赞加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